下晡2点，行政院长杜英台嘛邀请立法院长韩国瑜、有拿立北三党的党团干部做伙来参详对顶关系的对策，也毋过韩国瑜伫时间上无法度配合，无出席。站着可以，我们请。你说你做过这行政也不是一来你抓的，真的。行政院邀请三党党团的干部来行政院讨论因应美国对顶关系的对策，不过一开始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民就对布昆基的座位来表达不满，嘛受到邀请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嘛因为时间无法度配合，下晡无出席。也毋过韩国瑜是发出明在下晡2点半的调研协商的通知，要来针对对顶关系影响，邀请行政院长来提出报告。下晡行政院伫会议前来安排直播，也毋过这会议的过程是无对外来公开。